主席，本人就積極配合國家以至全球趨勢，研究進行中小學課程架構改革議案發言，並支持原議案。早前本人都有參與嶺南大學舉辦嘅創新大灣區 InnoGBA 研討會，會上多位學者都指出隨着 ChatGPT 嘅橫空出世，DeepSeek 模型嘅展現出驚人嘅計算能力，AI 技術正以前所未有嘅速度重塑教育嘅生態。特別係DeepSeek 嘅技術啦，喺數學啦同埋編程方面均表現優異，提供清晰嘅步驟建議，顯著提升學習啦同埋研究嘅效率。咁但係剛才好多同事講點樣去應用啊等等，我自己反而係擔心 AI 如果係應用喺教育我哋有一啲地方係需要係掌握同埋係要提點。與此同時學者們亦都警示，當 AI 越來越聰明嘅時候，人類更需要守護自身與生俱來嘅創造力同埋批判性思維，以及面對技術嘅價值判斷能力。回顧返2024年施政報告特區政府明確提出持續於中小學推動 STEM 教育，加強資訊教育科技，促進 AI 與教育深度融合。這無疑係具有遠見嘅規劃嚟嘅。然而技術進步從來都係雙刃劍。當學生係習慣於依賴 AI 生成答案是否會弱化獨立嘅思考？當數據與算法滲透學習嘅全過程，如何確保私隱安全同埋資訊真實性呢？呢啲問題都係指向一個核心，我哋需要嘅係唔止技術工具嘅傳授，更要嘅係喺課程中融入 AI 倫理教育，幫助年輕一代建立與技術共生嘅正確觀念。就如嶺大校長秦教授強調 ，AI 工具能顯著提升學習效率，但同時需培養學生人機互動能力與慎思明辨嘅價值判斷。因此本人有以下嘅建議。首先，面對生成式 AI 帶來嘅資訊複雜性，政府係需要將學術誠信融入 AI 批判思維教育，從課程與實踐雙軌強化學生風險認知。當前 AI 生成嘅內容對學術規範構成衝擊，建議喺基礎教育設 AI 風險與學術誠信必修單元，結合 AI 寫作檢測器實操教學，引導學生識別機器文本嘅語義偏差同埋邏輯斷層，釐清 AI 輔助與學術嘅舞弊嘅邊界，讓學生理解技術需服務知識建構，樹立誠信學習態度。另外喺互動教學層面，推動遊戲化學習與辯論工作坊，強化獨立判斷，設計係資訊辨識、闖關遊戲等模式過濾虛假資訊，舉辦 AI 應用與學術誠信辯論會，圍繞AI 生成內容版權歸屬、作業使用 AI 是否屬作弊等議題，引導學生從法律、倫理多維度咁樣思考。同時整合私隱安全、假信息辨識單元，建構風險識別、價值判斷嘅思維框架，透過互動形式強化學生喺資訊洪流中獨立判斷嘅能力，讓學生既能善用 AI 提升效能，亦都能以嚴肅態度維護學術誠信，確保學生喺 AI 時代能夠以清醒理性嘅態度勞駕呢方面嘅技術。最後推動改革係需要全社會協同嘅，政府應加大師資培訓嘅投入，讓教師掌握 AI 工具嘅正向使用方法。學校可與科技企業合作，開設實踐課程，讓學生近距離接觸 AI 研發嘅現狀。而家長則需要改變技術恐慌啊，同埋放任依賴嘅極端心態，同學校共同引導孩子，我哋嘅下一代合理利用 AI， 讓香港嘅年青一代不僅能夠熟練運用 AI 工具，更能夠以負責任嘅態度、批判性嘅思維加牢技術，維持人類獨特嘅創造力。主席，本人謹此陳辭。